歡迎收睇780荷包出血玩具情報。今日係2月28號星期六，今期就睇下 Bandai Tamashii 有咩搞作啦。第一個要睇嘅就係呢個翻炒嘅 GX04R， 31,000 yen， 即係大約8蚊美金，港幣1550蚊到。3月3號開始售付，9月2026年就會上架。如果大家20幾年前冇買呢，今期就唔好走雞啦。巨靈神 Robot Spirit 今日就啱啱上架，9500 yen， 475蚊港幣，大約61蚊美金到啦。最衰冇個飛碟啦，有飛碟就會好啲啦。又係超合金魂啊 GX38R 啊，又係翻炒嘅 Iron Gear， 售價係34,000 yen， 大約係218蚊美金，1700蚊港幣就已經售付噶啦。8月就會上架，大舊呢就10幾年前已經買咗㗎啦，所以又係可以免疫。跟住就係 GX38X Walker Machine Set 啊，售價就係6800 yen， 45蚊美金，大約港幣350蚊。Bandai 真係識揾錢啦，又要出呢一 set， 點解唔將呢一 set 擺入去 38R 入邊呢？大舊寧願攞呢300幾蚊啦去擁記食翻個海南雞飯。跟住落嚟呢，又係 Robot Spirits 嘅馬薩拉 PMX 即係 set 入邊嗰個咧，售價係185蚊美金，大約係1450蚊港幣到啦。9月就會上架，差唔多成200蚊美金，不如買下模型砌下好過啦。最後一個就係 Hopinica 嘅噴射朋友號啊，售價係9000 yen， 大約美金58蚊，港幣450蚊。8月就會上架。如果你上一次覺得擺朋友號入去裝模入邊係十分之過癮呢，呢次我相信都係一樣咁過癮噶啦。大嚿就唔會 miss 㗎啦，一定會落訂啊！